最近尖峰山車路個路段呢，做緊斜坡維護，有好多工程響度做緊。可能唔係有好多人了解到，斗門尖峰山係被譽為一個風水福地，因為佢嘅地理格局符合咗風水學上面講嘅藏風聚氣。尖峰山係一個省級嘅森林公園，喺上面嘅空氣好清新，而且佢嘅負氧離子極高，有 PM2.5 嘅數值。長年係大概6微克每立方米，響另外一邊上山沿樓梯上就冇維護工程嘅問題，咁就可以慢慢咁樣一路行上嚟，上到嚟呢一個亭好舒服，好好風，亦都可以望到好大部分嘅斗門片區，所以上嚟呼吸多啲新鮮空氣，對身體都會好啲。都可以選擇行返車路落山，又或者沿返樓梯慢慢行落山。而且佢好快就可以返到落山腳，山腳就係尖峰山公園。